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我俩所在位所在到南投县国乡乡的泰石村，背后那片山崖天呢，都会国有林板地哦。到那位港中的农民呢，其实可能是亲手书一本书是对到那位开山打拿哦，但是伊下其实了林务局辟地来了港山哦。不过两样情况呢，唔系单像泰石村天天哦，像你国乡乡的富贵啦、甘拿啦、北港啦、天桥啦，那地方都有哦。嗰时候到2月26号，那个南投县林干处哦，来了位佢嘅说明费讲，过去忙打客约嘅处理案件，按样忙处理嘅时间呢，地方上农民非常的少哦。假使佢哋冇办法攞用嘅林务局过来打客约港山嘅话，可能佢要失去农民嘅资格，失去农保嘅资格咯。咁样嘅话，佢哋嘅生活因为维持下去咯。另外，样嘅问题係咪有办法？到按长嘅历史嘅时间当中呢，前来就合理嘅改革嘅政策嘅指天方向呢，像等下来到呢国乡乡公所面头前，请台党嘅来宾并台下嘅乡亲共同来讨论。开会了！以下节目讲头来到国乡乡公所面头前嘅讲座，所以可能人台下国乡乡嘅乡亲所念嘛，要当公同3党下来哦，来到那嚟开讲，我嚟关心佢哋所经营嘅土地，含个农民嘅身份、农保嘅资格，係咪在保全？到嚟by運用過程當中，係咪都得嚟保全呢？嗱，希望細佬應該鄉親們去下，相信大家早。好，頭下講到因為呢個林務局嘅運用全國差唔多有32800人傾嘅。土地可能冇辦法來順勢嘅運用但係你南投縣咧是有4000人比人多呢個國鄉鄉嘅差唔多有100客家嘅總頭13村以外有60村嘅對安陽縣嘅問題非常嚴重故所呢今比當公來到那邊開講希望來解決佢哋問題像你下馬上來收嘅現場嘅來賓，第一個呢係你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嘅副局長楊宏志楊副局長，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還有台上的貴賓，大家早安。差點為你收嘅係南投縣立委馬文君馬立委，你好。主持人還有各位鄉親，我們台上的貴賓，大家好。差點為你收嘅係農奴聯盟你國鄉分會嘅分會長林文才林分會長，你好。主持人、各位長官、各位鄉親，大家好。好，禮拜講到嘅運用呢，佢牽涉到係所謂改正錯拿嘅部分啦，都係喺物嘅企業嚟講到係改正錯拿嘅部分嚟看下，物講改正錯拿哦。你係因為呢88年嘅時間呢，有個9年以太體通，故所到民國91年開始呢，林務局是有計劃嘅嚟做那種嘅改正錯拿哦。而地點喺全台灣都係進行所謂改正錯拿，物講改正錯拿呢，而現在講到你所票嘅林地地位度呢，全部嚟種嗰種嘅初林嘅樹種做咪種其他種果子樹啦、牆嘅樹等等但是用林農嘅嗰種成分冇辦法維持下去嘛。故所呢是講好，嗰種創看到係一下得貢獻呢一種600頭嘅所謂嘅初拿樹種所以年菜人種嘅種果樹啦、牆嘅樹所以保留生命慢慢讓它替換掉所以期間呢林農是為了規劃專業。那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這個楊副局長，就是說，這個改正造林有沒有一個期限性？那還是說目前這個東西對我們的農民還沒有約束的作用，跟我們這次的換約會不會有影響？就是有關於改正換約的部分因為公務人員依法行政，大家都知道森林法裡面的第5條跟第6條裡面講得很清楚。第5條就是應該是以國土保安的長遠利益為準，就尤其是在森林區裡面，那森林裡面也要當成所謂的林業使用，不得當成其他的使用。那現在林務局所定出來的就是分成這樣子的方式用圖的方式來跟各位鄉親做一個說明，沒有危害到104年12月30日。對，如果說是你沒有先短期的，沒有危害的話，就做一個短約，就是按照那個馬立委的指示做一個短約到104年的12月31號。如果說是各位鄉親在所謂的承租地上面種了600株，平均種了600株以後它實際上它可以再繼續，就是立刻就可以簽一個9年的約。
那这是最好的结果了。那如果说是你在上面有一些违规的，好比说上面有一些没有允许的公寮啊那样子的情形啊，如果各位愿意做放弃的话，也可以签一个所谓的9年的约。那这是有关于所谓的这个没有危害的。那如果有造成危害的话，不但是说对于当地会造成危害，你对于下流的一些所谓的目标的那个聚落也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在今年的年底以后要全面做一个国土保安的这样子工作，做完了以后就可以换9年的约。可是各位乡亲这边图里面也许还没有显示出来，这个的图只是显示出一个过渡的阶段。马立委有特别讲到一个过渡的阶段，那希望说是最后面终将能够跟一个104年之后，跟一个混农林业可以做一个接轨。那我想先就这个部分来请教我们这个林文才林分会长，就是说针对于这样的本案处理原则，3月26号你们开说明会的时候，你们觉得这样的条件对目前这些承租的农户来讲是公平的吗？但是年代不同，法令不同。以前的年代，68年以前偏远地区，谁去申请建造？没有人，房子坏了就是修，倒了就是重建。还有天然的灾害，天然的灾害政府有行政命令，基地转移嘛，林务局方面基地转移不准办还有就是我们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是以农建国。全部都是农业社会，但是我们是中低海拔的，但是政策问题我们要配合。现在国际上要护林护球政策，我们都要配合，对危害我们这个国安、我们土地，我们都要整个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都要去做。我们农民有的也做得很好，我们是有违反的违规，不是重大违规，我们要改正。你们林务局方面要辅导农民。这样才对呀。我问一下马立委那马立委，你觉得这样子一个过渡，对政府单位来讲是以拖代变呢，还是说有一个转圜的空间，事缓则圆？因为我接到非常非常多的陈情，包括乡长、代表、村长等等，还有很多我们承租的林农，其实他们有很多个案的陈情，他们就是发现到说，他现在已经立即发生的，就是他已经不能再续约了。那可能就会面临到，可能你要拆除或砍除，甚至你的农保可能会丧失。所以我们当初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过渡的时期的用意是这样，因为你在法令还有我们的办法还没有修正之前，你必须让大家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就是在混农林业政策还没有提出来之前，这些政策，所以我们希望到104年以后，那这一段时间就是让我们相关的单位去做这样的考量，看法令要修正，或者说我们的出租办法，或者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可以放宽的部分来做一个充分的讨论。等到这个确定以后，我们再来订正常的租约。其实当初这个过渡期的短约意义是这样。当然即摆上重的，全世界逐位拢咧发生天然的灾害，咱嘛无希望讲咱拢变成大家人的目标。只要一有天然灾害的怪讲是咱人迫害，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先来做一个过渡的一个时间，然后在这一段时间，请我们林务局或者相关单位赶快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办法。好，谢谢委员像尤其个土地来港中的话，各种的习惯他听啦他听挑啦，某个话大摆时间都是会温用。所以温度可以用无就忙啲，温用以前就还切个前面的切结束像对当天农民来讲，实在非常非常的受力的事情。到底迄情况有经验冲呢？想先听听新闻记者镜头去现场了解一下。目前林务局推出这个政策，林务局南投林管处前日8月提17各项期盼初林体违规改正的说明会，林体主要的问题在个许多议论。祖先传下来，日本是他安阳。出没了他阿比安考，祖先这多的土地拥有的土地，为什么我们子孙不可以耕种？去年台地通过后，在个经过机下摆的风采太热，台湾的山拿体质结构渐来渐松动。政府当初建议要鼓励初林恢复山拿体保育国土，想法是挺好，不过xã會林農而落1萬本來是都唔多。
我明日嘅一年收几百万，要加10万呢。农业拍枪枪变公交2，实际来调查，水土保持，我哋农民一定要做好。企业我二了种树，二了抽点，平嘅二本我哋种雪，天公地当。对国土保育草林，林农农表示非常的赞成，嘛批下唔过法令改来改去，限制太多，会林农无干无杀。我们是完全就是依照他的法令来做事，对嘛？为了就是一口饭吃嘛。他一下子就跟你说哦，你这个这个林地里面不能有水塘，林地里面不能有公粮啊。可是这一些东西是早在很早之前都已经设施完成的。争议按多年的水塔公寮也条，政府嘛提示也条系农业必要的设施，放宽的标准，不过林农还是有挺多的疑惑。签准耕地啊，原是嚟個大鐵洞啦，安尼就唔同啦。我要咩農家人啊，我要一個至少我要一個倉庫，地方都標農藥、肥料、農機。本年農感覺係冇公平嘅係，8年來記下推人農地一片山拿地耕種，也下稍有可能冇唔上藥，冇耕種嘅權利。像安尼問題嘅人睇國鄉有一度。真多，是定國鄉鄉太普遍咯，安尼。依家當600條，我哋本年上看幾多百條，我哋90%以上嘅啦。想要保留農保資格，向另外林農硬係會講，主要除咗保障耕種權利以外，更加係勞農生命嘅護身符。熱地天，是嚟講出我農民嘅春雪灣，農民要平，就靠熱地人咧，那發土業。就連石頭碰農種樹嘅，主要還係冇下來。政府好明講嘅國土保安，就係規劃山拿地來種樹嘅，唔過曬要本山拿 BOT， 究竟乜嘅係土地爭議呢？看下新聞影片，你下一一來了解下到底所謂嘅違規係那條部分嚇，那條部分拍拍到了把嘅運用嘅就短期嘅契約當中來做改革嘛嚇，想先來看一下。做唔得嚟繼續嚟揾契約嘅爭議部分係像嘅違規嘅建築。韓國違規嘅作物嚇，那種部分嘅認定嘅標準冇相讓啊，頭擺做得做埋了下做唔得，了係兩隻清嚴重問題。再來看到係呢個那種嘅拓墾，還有超限認定哦。頭擺人講，詳情講用種咩嚟量嘅呢？嚇，唔係像你係用空照圖嚟量，所以當時量嘅面積，然後你下量嘅面積冇相讓，所以咧就產生認定嘅問題，到底係講聽法嚟嚇，你係講超過限制嘅利用，你嚟好好討論。再來看到係合約書轉去判理哦。啥？有氣無費吼！你種順山人講做好先講，好，我咱嗰個萬藥吼，咱契約帶轉去，辦好以後我講拿轉來本，結果啥一去不復回啊！所以你下抽成，萬契約嘅時間，無頭擺契約做嚟做個經紀哈。再看到係那種農民私下有咧專注用途哈，係嗰種假生意嚟搶下嚟。耕種嗰種推標題嘅問題嚇，你喺兩百冇法運用主要嘅問題嚇，還像甚至於第二部分違規作物的部分哈，你們所承的租的林地上面有因為這個種植所謂的林務局所謂的違規作物而不能夠換約的，請舉手發言好嗎？好，這位先生。從日據時代到現在，我們國姓鄉的香蕉多元化替農糧署賺很多外匯。我們會做的就是這樣繼續經營下去的。所以你的林地上面有種香蕉？有香蕉可是600棵樹我們超過。我是希望說，給農民有個生計，請局長給我們個生計，救農民。上面我們要求的，你要有做改正抽哪一部分？你喺特公區有種600條嘅抽哪樹？超過600條。因為行道路最好能超過。合作講合作嘅時間一甲體有3分之一嘅生存空間，不過農民百姓中嘅各自生存。囡仔都冇全部都講真正一元化了，農民都死翹翹啦。但兩百年做嘅運用嘛，既然有種。種嘅人囡仔個卡到青龍門亭爸爸忙身體期待嘅東西咱講，乜嘅東西都要倒退，咱做得繼承。我哋都開始呢度農民嘅，所有農民嘅代志都卡到。好，感謝。像兩問題馬上請教您給回答副 Q 狀好嗎？好，感謝。那個楊副局長，他剛剛講的是繼承的部分，因為他是繼承他父親的這個租約啦。那繼承的時候就要面臨，就是說要把所有這個他們原本種的這個香蕉樹都要砍掉，那就是認定為違規作物。但是他也有改正造林哦，他每1公頃種超過600株的這個造林樹種哦。那
这样的状况其实已经很明显嘛哈。那这边局里面做什么样的回应？乡亲谈到的，其实在刚刚这张图里面已经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如果他是来自于他父亲的一个香蕉园，如果他的香蕉园来确定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如果他没有影响的话，乡亲已经讲说他在那边已经种了600株，所以他就可以立刻可以得到一个104年的短约。那如果他当地是已经造成了一个那边的水土保持的一些危害的话，那如果乡亲也同样的跟我们工作站的同仁看到的是同样的结果，那他在年底的时候要完全恢复造林。那如果他认为说他的看法跟那个林务局的看法有不一样的地方，他可以聘请所谓的水土保持技师或者是林业技师来做一个验证。如果是技师查认说那边没有任何的水土保持的问题，他签注事实的话，他就回到刚刚的上一项来做处理。你像我们的林分会长啊，就说像这样的问题，你所接触到的案件里面有多少？因为这个林务局本来是配合国产局嘛，然后林务局有公文去嘛，就是你国产局方面的土地，你不完整的林地我不接受，就互踢皮球嘛，到了最后。国产局就是好，我下命令全部你香蕉、槟榔全部清除，我才可以给你续约。还有水池方面，现在林立新先生他香蕉、槟榔都清除，那个树已经种超过1公顷600棵以上，他所得到的答案是怎样？国产局方面所办的人员说，林务局没有公文过来啊，水池要拆啊。去年11月水塔就不用拆了，到现在为止，林务局就是拿国产局当打手嘛。现在的国有财产署跟林务局认定上面有这分歧，然后请教一下马委员，就说像这样子，我们刚刚林分会长说互踢皮球的状况，事实上对小老百姓来讲是非常非常困扰，因为政府单位可能他们有各自的这个依法行政的法规的依据，可是小老百姓这问题怎么解决呢？基本上其实如果在法令的要求上面，其实林务局比国产局还要严格。那如果说林务局都可以同意放宽，我相信国产局没有理由说他还要这样要求。所以如果说还有这样的状况，因为在我们的看法，我们是以为其实像水塔的部分已经是不用拆除的。如果国产局还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希望把相关的2个单位我们一起邀请来，就这个部分我们做一个明确的。就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执行的方向，然后让林务局也好，国产局也好，可以有一个依循。我们会在基层的执行人员要了解上面政策的我们也希望说这一部分请林务局局可以彻底的宣达这样的一个指令方向。我相信副局长跟局长，他就是林务局，其实在这一部分是愿意这样配合。头我讲係作文問題，係建築文問題。因為講頭擺做到山當帶啊，哈，還有戲木嘅啊，還有戲公寮哈。你擺灣區有時間，因為人口增加嘅哈，公寮要戲較多嘅，建築會變成違規，冇辦法來灣區有。在建築物的部分有被認定是違規，沒有辦法換約的，請有哪位鄉親？很多哈。那我先請這位先生好了。因為那個占准建地啊，占准建地變成有些個廠區，個廠區啊，地不度嘛，我比如農藥、肥料、農機，必要的。我揾有時啫，佢都唔做啦，講隔天要拆除它。公寮拆除的呀？其實都唔係公寮，我就廠區的是。廠區。那時候比如農藥、肥料、農機，那就工資啊，阮有一個嘛是共款違規建物啦，伊就是講阮2兄弟啊，原本嘛是阮的祖先，就住佇遐，到尾啊土甲厝倒位，阮即馬去建筑，建築伊講阮的地坪煞無夠，林務局講要求5分地才會當25坪，聽去起厝，阮即馬起的方向攏無共款。伊變成嘛無愛互阮續約，阮即馬安尼嘛毋知要安怎，起一棟厝遐濟錢，阮要透，阮要佫無當住，佫有暗還續約，阮是要安怎？这土地使用是为民国阮老爸仔35年，就伫这土地上
使用起厝设籍。这个建物就是伫68年建筑法要未实施前的时阵，有违章查埔，经过县政府核定，就是讲免议。那么这个厝就是合法。92年就是向南投县政府申请，因为咱都食老未做吼，就做民宿啦。县政府嘛合法，甲咱核准，互咱做民宿。一方面，林务局讲你做民宿即摆安尼掠着啊，就讲爱直接就甲你移送去法院嘛。安尼落去了，你搁甲林务局纠正，就是拢总完全纠无正啊。请足侪立委去讲，拜托立委嘛拢总讲无效。所以先生，你那个民宿是民国35年的时候的盖的房子哦？那68年有一些修建的，修建的那个行为也有公文，对，也是40几年的老房子了。68以后就是按那个就是重新再修建嘛，那就是修缮行为嘛。好。房子也合法，民宿登记证也合法。林务局这一方面就说你这个违法。副局长，我想请教，就是说这3个违规建物当然是不同的面向哈，一个是说它的公寮哈，那这个要拆掉才能够换约；一个是说兄弟这个都各自成家了，人口众多，房子不够住了，要加盖。再来就是说这个68年虽然有整建，可是这个同样是一个政府哦，县政府说是合法民宿，林务局说是违规，这个都很困扰。那先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这个局长，副局长先来做这个回应？各位乡亲，最早的时候。台湾并没有所谓的建筑法的规定了，那所以我们当时跟各位签订了就是所谓的暂准建地啊，因为暂准建地当时因为它还没有土地登录啊，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这块土地确实在这个全球定位它是在哪一个位置上面了，所以当所有的全国的土地这个登录了完以后，就必须按照建筑法里面的规定来走了。那可是林务局在这上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弹性呢、就是说如果说各位只是一个修缮的话，那你在原来的土地上、原来的建筑上面去修缮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你要把它拆掉，要重新去做的话，那它就必须符合建筑法上面的规定了。那刚刚有讲到所谓的那个好比说你的公寮，那其实我们刚刚讲说暂准建地应该是。从你祖先，好比说日治满清的时候，只要说是民国58年以前，你已经有了这一块的建筑地的话，它必然是一个暂准建地。可是乡亲刚刚讲说，你的祖先住这边，然后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公寮？那这个公寮没有，他是说公寮必须要拆掉才能够换约。就房子是 OK， 但是那公寮必须要拆掉。可是公寮有它的必要性。一般的公寮是说你要有上面的林地的要使用才要去做公寮。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做公寮的话，它势必是按照你的所管的那个面积是有相关的。你不能把公寮当成住宿，因为你当成住宿的话，就涉及到建筑法。建筑法现在规定，你不得随便去盖房子。没有，它就是放农药啊，放农机具，它确实就是公寮。可是我刚听乡亲是在讲住宿，它因为人口增加了以后，那是第二个。他希望它的这个面积能够扩大。可是相对于，因为政府的这个法令必然涉及所谓的公平正义啊。如果说你在这个上面说，因为人口一代一代的增加以后，你原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房舍如果说要逐渐的增加的话，那对于城市里面的那些人，好比主事人，他住的房子，他也不能跟政府说，他要这样的话，他的面积要增加，他到哪边去增加？所以又涉及到所谓的公平正义的问题。刚刚有一位乡亲讲说，35年以前他就那个县政府也给他了民宿的这个规定啊，他也去做民宿啊，在68年的时候改建啊，那现在林务局去把它做一个查处的动作，送到法院了。那如果说乡亲认为说你讲的很有道理的话，其实法院一个司法的机关也是一个独立的判刑的，你可以跟法院的法官讲清楚的话，那应该会做一个好的结局。好，谢谢。那我想请教一下马委员，就是说，事实上我看就是说。很多各式各样的违规建物有这个公寮，有这个兄弟因为人口增加，也有这个就是说，年纪大了没办法种作，那我们来转型农业转型这部分，种种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可是有些
感觉好像这条文好像跟现实有点脱离了啊，或者说这个实际的执行状况又跟民众的感受又有落差，这部分您怎么看？刚刚有提到说，可能你在下一代哈，你的人口增加，然后你又扩建，其实这个跟所有的土地法规范是一样的。其实它林地，其实它不可能超越其他的法律啦。所以，变成说，你如果在固定的面积，你像咱的农地，你就是2分半，你会使起偌济面积，迄拢固定的林地嘛共款，这拢是有一定的标准。所以你若讲要违反咱的迄法律的条文，伊要互你合法，我认为安尼有困难啦吼。所以这就是咱可能爱大家人爱共识的所在。可是另外，我这里比较不赞成说林务局还是用诉讼的方式，因为迄若修过一定输的啦。大家人在作业里面哈，我相信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提出说这个过渡时期的办法，主要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减少这样的纠纷，尤其是诉讼。刚刚我们这个委员讲说，尽量不要走这个诉讼啊。我们问一下分会长哈，你可能面对比较多陈情案。我们现在的土地没有合约书没有关系，法令有做一条，无限期租约嘛，你不要解约就好嘛。为什么？就是签套嘛，你写切结书嘛。哦，你等到那时候，我104年林政院化实施没救啊啦，林政院化就是森林法，然后我们这个林地，我们以前是旱地，20几等级的旱地，它偏劣的嘛，超限利用嘛，林地嘛，它跟你改写下去嘛，我们老百姓要怎样？要何去何从？伫遮大的人呢，社区伫遮呢，你要叫这老百姓消失去。好，谢谢。那我想请杨副局长做个回应哈，就是说针对这部分。刚刚林分会长有讲到所谓的那个水田旱地啊，那因为马委员刚刚也有讲到说水田旱地的部分，因为它长久以来就是这样子使用啊，如果它不涉及到所谓的国土保安的话，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说恢复为它原来的使用的方式来做处理啊。这个是报纸上面登的，不是我们林务局造假的啦，就是在中横公路上面。某些人就没有达到委员讲的说一个配套的一个合作的方式，所以他在那边他就是要抢种，他就是做高冷蔬菜。那我们到县地去看了以后，他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像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我们是觉得是说有一些特例，有一些人就是说我们政府的公务人员跟他一谈再谈，希望他能够恢复到原先的大家的共识去做，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实际上有极少的部分的人，他不愿意这样子。那如果说你不透过一个法律的当成一个最后的裁判的话，那国家就是乱了。那对于各位乡亲，如果说是在这边合法的一个承租人，你刚刚听到乡亲已经中了全部都是照着领，那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处理啊。那就没有所谓的公平正义啊。既然我们这个杨副局长讲这个超限利用的部分哈，想要强调一下，台下乡亲，你们所承租林地在这一次不能够续约的过程当中，被认定是说你们有拓垦或者是超限利用的，请举手发言好吗？有没有？阮1公顷6分半，以早甲连交买的是讲到遐多长，拢总这1公顷6分半，落尾。林务局去勘了后变2公頃4分外，叫我8分外爱行林务局，变成讲我讲无就安尼，我搁甲你承租，伊讲伊即马林务局无放租，搁叫我写设计师。所以你原先所承租的是1甲多，就后来林务局涨了都变成2甲多，认为你就有拓垦是不是？我没有啊。完全都没有，你本来就是买这么多，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我头摆讲了啊，之前到尾讲了是无伫带，又变东西做干咩区，头摆干咩安入区啊哈，变干咩，还每下呢，抢天呢用原先捞的，捞是天然，天气公司讲无出特别细间呢。平人啊，本来蹲呀帮表，我讲了好啊，门个线捞到行度吼，那3钱无去办啊，我就有答是安尼，他分到2件，但是我2件到底呢都无说平，就一件安尼平人啊，就帮东西变掉的帮表，
哦，啊，问下天地公司，啊，抢台天的石调过来，也是讲某处打趴过的位哦，蹲太蹲，安尼问题，所以讲要摆vận用呢，技术唔本来高。唐太两个详情嘅针对那种嘅拓垦还个潮汉利用部分呢，想先去看下广告以后，我请台长来宾继续来回应。村民台北嘅节目现场哈，针对了把林务局呢，佢都出租草拿梯过去还忙打契约哦，都嘛系冇办法过来打契约，给他处理办法地摆度哈。青岛农民所讲，冇办法vận用嘅化为实体农民嘅身份，冇提农保嘅资格，因为对佢哋嘅身份哈，马上会产生清代影响哈。佢都提出青岛嘅实际问题哈，想了下一请教台长嘅来宾，我想先请教杨副局长说，针对上半段，我们刚有2位。详情提到这个拓垦或超限利用部分，有些好像是丈量的这个时期用的这工具不一样，产生一些问题啊。那是不是先对这个拓垦部分做一个回应？刚刚有乡亲有讲说减少了8分的土地啊，那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之前实际上的情形是怎么样？也许一般以我的经验来讲，会不会是前手哦？前手他拓垦了以后，然后他把这个加上他的租约里面的范围，然后合在一起，然后卖给你啊。那你在买的时候，你应该要看租约里面到底它的范围是多大。所以这一部分的情形多半都是一个私下转让的行为，在林务局的这个公文书里面看不到。那如果说是8分地，如果你认为说是有这个认为说不合理的地方的话，其实是可以再向这个南投林区管理处来提出申请的。那另外乡亲也有讲说，他拓款部分以后，他原先的那个土地放弃，但是原先造林的部分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救助的一些行为？一般的情形就是说，我们真正去种的话，当然是种在你家了。如果说是你要去种到别人的土地上面，那应该是按照那个以前的相关的民法上面的一些权利跟义务的关系做处理。那有关于电力设施拉线的部分呢？那因为在那个委员在森林法的那个订定里面第8条里面已经有了，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个公共设施所必要的用电的用电的话，多半我们按照森林法第8条就可以去做一个处理啊。只要乡亲把这个所谓的不到10坪的土地去把它做一个放弃，然后当成一个公共用电，大家当地的人就可以得到一个公共用电的一个行为。那放弃是不是也要把它的公寮也拆掉？没有，就是他使用的一个电力设施的那块的土地，他要放弃，变成一个这个政府大家公共使用的那个基地里面去做。就不能当私人使用就对。因为也许别家也要去拉，也说不定了。那另外还有自己种菜，一般的情形，工作站的同仁应该不会那么没有人性啊。如果说是自己要种的菜，你要去做一个处理，应该是不会这样子的做处理了。那这一部分，因为今天南投处的副处长那个陈副处长也在现场，就可不可以请他做一个说明？好，头先你哋详情讲到讲土地、存储地啊，种菜，实际上来讲假使讲呀，田地有1甲地，有种600头树的，林下再种到青菜，也种10菜去甲用，那恁台中工作站的主任也好，现场人也决定不会讲去屯年，等于说要求你们不能种这个蔬菜。这个我想说，这个可能大家很清楚。最主要可能要相信莫种蔬的，个等于讲也土地方去种青菜，也种菜去甲食，安尼等于讲就莫符合安尼土地林地的使用原则。副处长刚才请教一下了哈，头先讲到拓垦的部分了哈，虽然讲头先跟两位详情讲的可能还冇问题，就你了解拓垦的部分有可能喺头摆以多报少，受教主要所产生下来嘅头摆冇嘅，你下来嘅是真困难，一种历史的问题，有可能係用以多报少留下来嘛？因为头先要部分非常伊讲伊本单有2合约主题的合约有1甲6分地。嗰伊实际上现场有2甲4分地，而合约1甲6分地，嗰留民讲还有2甲4分地，也结假土地
有可能讲哦，在崩到100%，无可能的事情。伊想该加出来1%，伊我想来大企业来申诉，该有法度嘛？意思讲有一半人是讲咱肯补啊，就是补办咱肯地啊。假使讲也唔免人记好的初任梯哦，也唔免记好的假使讲58年58527，58年5月27哦，也土地假使讲伊本来都有安尼去扩垦，也嘛做得提补盘。那假使讲也含咧人本来人的初任梯。如果哦，也初任地还能挨土地，那无可能去公家结家土地，无可能讲也100%拍拍送俾啊。沙哈人也想请教蔡总详情是讲，如果用伊头摆种巡山员哈，然后都会契约讲啊，我帮你们换约，就拿去换之后就一去不回来的，有没有情况这样卡说嘛？请举手好吗？有没有这样的状况的？有没有巡山员把你们契约说帮你们带去换约，然后就后来就没拿回来的？哦，这位先生。过去迄批地。有这工寮哦，也是讲有这厝，也是讲这个仓库也好，唔知下当搁再原在来去来放物件无安尼，我请教安尼。好，希望政府啊从宽放宽就地合法，因为我们祖先说真的啦，35年前就住在那边了。民国35年。嘿，啊，你应该家阿公会生囝，囝生孙，世世传世，应该要把这个政策放宽，便民，尊重民意。啊，我们农民也会想我们也要保护自己的子孙永续经营啊。是。那你在合约上合约淡薄有冇问题？合约淡薄囡仔都甲把转去的。啊，转去要继承，其个以前是我才能提供。淡薄东西继承淡薄东西要移除，然后不能继承，所以条那清通啊。啊，个农民都看到一些东西要抢的啦，啊毛的就神机，啊伊讲做唔得，百般让农民伊条路通的东西。台花该详情有再摆反映表示讲其实依张林农的审讯，其实面对的法令政策问题是动作唔单是一行听啦所以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杨副局长，就说刚刚相信提到说，这个换约换一换，他委托人家去办，名字都换了人了这个对他来讲是权益很大的损失，还是说这继承这个父亲留下来的租约的时候，也有衍生一些问题。那针对这部分，杨副局长是不是先做个回应？就是当时乡亲也有讲说，给了这个租约以后，就是好像就没有看到了。那我们工作站的同仁查那是以前曾经有一位同仁他一个所谓的个人的行为了。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南投处现在是在讲说，因为当时签约的时候有2份，一个是乡亲手上的，一份是所谓的领管处手上的。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形那乡亲可以到这个工作站里面去把正本的部分拿去影印，影印完了以后，工作站会盖说视同正本，所以你还是有那个租约，然后来做相关的事情了。那乡亲刚刚也讲说，那个换成别人的名字那我是第一次听到了，因为我林务局已经待了快要35年了那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情形，那其实它已经涉及到所谓的廉政的行为了，那这是不允许的。那也许会后请南投处来查一查那或者是会后去问一下乡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第2位乡亲有讲到国产署的一个继承，那因为是国产署那个是属于财政部的，并不是属于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的林务局的事情了。那但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一个情形，它也不便答复。所以这个各司其职就对好，谢谢杨副局长。那我想请教林分会长，就是说刚刚我们杨副局长说有些问题是他闻所未闻那您所接触到陈情案件里面多吗？这样陈情案件很多，个案的处理很多。那个林天来先生，他的太太在这里，他以前是维稳风台嘛，地基放弃出现掉的，个20-30公尺安全地方重建。你唔叫安怎讲？你莫来办啦！咱土地拢无，咱厝拢无，你要叫安怎？
可见的呢份非常的大所接到澄清哦，案件其实非常的多，种类各个无共样啦哈。毋过像针对第五项东南温柔的部分，各位经常讨论像详细的发言。第五项看到是私下用途哈，来讲推表题的争议哈。对于这个让渡或者是代表地的争议，这个乡亲有意见请发言好吗？好这位先生好了。我说啊，我们的南投县呐，所有林地的承租人呐，被你们林务局咩都要走路的。让我讲了，头摆吼，以前的政策，头摆的政策啊，我不看人迄就三角梯，我来我台北嘛，我建设我买木，我做咧买台粉板梯，我咧夹板梯啊，来买我有钱。本来林务局咩的遐吼，你遐用途啊，墙诶嘛个弄做多体，当做用途啊。所以你农民啊，承租农民啊，我本来林务局开始开到无条路啊。过来讲样讲啊，讲你林板梯啦吼，你建筑物啦，头摆日本时代人的阿公阿婆带到底下，错冇？佢将来将孙呢，你敢若唔免佢去甲发条诶，唔好嫌佢阿爸老母诶老心口水腔下冇，做得冇？做冇？因为没有一点那个人性嘛。你敢若下个梯要做乜个？你说在妨害到人的土路啦，也隔壁要占到人的，你也做唔得。佢都去在林板梯内咩？唔敢若嫌佢个阿公直就传到了，你农民啊，这个林政会开始年，让我讲了，我做乡民代表，我亲到10年，我看到个大摆风采啊，看到个林务区个顺山热量，我听到要死。我来天数老国相向，安尼路变态啦，天大变天前路哦，所以帮得记得，我每日来看查，无啦，我来看有人头多数的么，安尼讲嘢失效的么？像我77年都买到的两用途的嘅1甲6分班，我农村3笔2甲8分人，變成講1甲6分班，頭先我講啊。老幾買嘅時節，都冇幾多年，幾多年都死體咧，死體離下變成個無法度收入。我今日呢，老會長未去簽記，夾講到愛幾多錢，變成個我一堆人，離下頭個買嘅錢，離下個老個本期個買100，100萬不日，有一日。迄放量，迄愛老政府過買100嘛，一堆人愛買300，咁樣咁有理啊？好，好像問題一邊的香港人楊副局長哈，安子 C。聽完鄉親發言，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的楊副局長，就是說針對於這個現耕人這個部分啦，哈，不管是說他是要讓渡也好，或者說這個代表地也好，像剛剛講大石村有244公頃，28個現耕人哦，那這現耕人可能跟當初承租人有讓渡的行為，所以變成說他們現在沒辦法換約，就實際想要耕種的林農，他沒有辦法換約。那擁有租約這個承租人呢，他現在可能已經過世了，可能說他已經不想要，年紀大，他不想要種了，所以變成這樣的問題會衍生出來。那他是只說100年的時候，這個年底，當時候的吳敦義吳行政院長有只是說用現耕人的方式來處理哦。那針對這部分，是不是先請我們的這個楊副局長做一個回應？我們在101年的5月已經邀請了所謂的行政院、法務部、財政部、內政部這些等等相關單位來研商了。那因為都還是認為是法院對於行政部門有這個判決有一定的所謂的約束力，必須來這個遵守。所以我們在這個上面，如果說公務人員如果說貿然的話，他實際上他就是圖利，那圖利的話，同仁大概就是到監察院，退休金大概也沒有了。其實對於公務人來講，實際上是有相當的困難的。那另外還有講到說，那個林務局實在什麼東西都在管了。那實際上我們在所謂的林政處理上面有所謂的林地跟林用了。那林務局其實是管的話，只是林地的使用而已。那林地上面的土地的管理是內政部在管，建築法的管理是地方政府在管。其實各司所職啊，並不是林務局包山包海什麼都管。那有很多東西，
实际上是因为是在林地上面，所以感觉好像都是林务局的事情。没有这样子啊，那林务局不是变成一个国家了？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谢谢。那我想请教一下马文君、马立伟，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县更人的代表地的县更人部分，或者说让渡部分，其实我们都看到一个相同问题，就是说，原有的承租人他可能年事已高了，他可能无力承租了，他就把这个承租的租约呢就让渡出去啊。那这个让渡呢，可能让他取得一些这个资本，可以让他小孩啊可以去都市里面做点发展，就像一般人去卖农地啊或者卖祖产一样这样子啊。但是他今天买卖的是承租的租约了哈。那也有看到说，其实这代表地部分这个面积很大，可能承租人他也没有无力耕种，那现耕人他想要做，可是却面临换约实际的问题哦。那这就好像我们在讲平地的休耕地一样哈。活化休耕地啊，但是有没有可能说，我们用一个活化休耕地的思考方向，考虑这些现耕人的问题、让渡的问题？我们希望说，今天大家坐下来谈，就是可以把一个方向把它整理出来。就这个历史背景存在的因素，刚刚我听到很多人说，比如说房子要拆啊，或者什么，我举2个例子好了。如果房子要拆，因为我们甚至林务局其实也提到说，就建地的部分。要把它转给国有财产局，甚至未来可能可以出售给民众。既然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样，如果现场所有还包括在我们林务局土地面积上面的，我们林农所新建的房屋，我也希望暂时先不要叫他们立即拆，因为这个。我们又回到原点，如果你现在要换这个短约，他们必须要拆房子的话，我们当初这个建议其实就没有意义了。頭我講到呢個農民呢，因為個價非常非常的大啦，所以其實討論出強勢，希望政府談下佢嘅聲音。好，林農普遍強勢講咯，傾聽國土保安配合處理，以28度做界限緩坡了，就是經常農耕這個5級坡以下的坡度25度半。嚟以下呢就做農耕，再嚟係森林農業轉期啦，然後都在係做扣行啊不扣行，我先請教一下我們的這個楊副局長，就是說，這看起來是混林農業的一個雛形了哈。那我想請教一下，這些林農普遍的共識，這林務局能夠接受的大概是哪一個部分？現在鄉親如果說已經有一些比較集中性的一些農作物啊，好比一些枇杷，有一些好比說有種芒果。那有做釋迦它比較已經集中性了。那地方政府也認為它這是一個所謂的旗艦計劃，當地的旗艦計劃，然後它也沒有影響到這個大家的共識啊，就是國土保安、那個水土保持或者是地質穩定這些問題哈。那事實上可以是朝所謂的專區的方式，也就是第3項農業專區的方式去走，以解決人民跟政府之間的一些所謂的摩擦。那楊副局長，我想請問一下，這農業專區會不會像你剛剛給我們看那張照片啊？就圈地之後，就會開始在高冷地區種蔬菜啊，種什麼這其實是更可怕的超限利用。沒有，剛剛我也特別有講，就是說它已經形成一個既定的農業的一個雛形了，然後它沒有涉及到國土保安、水土保持跟地質穩定。那剛剛那個照片是涉及到那樣的那樣。那另外就是說，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由地方政府，或者是由農糧署，或者是一些相關想要扶植這個產業的相關主管機關來提出申請，然後林務局就會委請所謂的內政部啊，這個經建會啊，或者是所謂的營建署啊、水土保持局相關來做一個複查的動作。那其實這樣子才解決剛剛委員剛剛講的這一些的基本上面、根本上面的一些問題。好，那我想請教一下馬委員，就是說，也請你做個總結，就是說，混農林業也好，混林農業也好，好像都在這個104年年底之後，我們會有個比較明確的方向出來嘛？等於說這是一個過渡期。那您處理這麼多的陳情案件，您也在立法院裡面有這個很多的提案針對這個部分。那您個人覺得，混農林業也好，或是混林農業也好，這樣的方向是不是兼顧了居民的居住的寄存事實跟國土保安的這部分，可以共創雙贏？那這個配套是不是真的要來做到很紮實，才有可能達到雙贏？比如說，現在大家在講核四，其實在南投縣受到核四的影響是比較小的。可是其實南投縣其實要承擔的，有很多可能就是我們的天然災害。可是有很多地方的水跟電都是從南投這邊的資源出去的。
中寮乡，我们说那个高山林地啊，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是政府做了很多高压电塔。那些高压电塔是给谁用的？其实它这个，因为台湾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也不能都一直牺牲我们这些偏远地区，包括我们这些农业人口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政府必须要重新审慎考量的。那未来成立农业专区，或者说适合它的坡度等等这边的改善，我觉得可以请县政府共同来审慎的研究。那配合我们林务局这边相关的法令以外，还有一些专业，我们再次强调，如果林务局可以去审慎的考量，说这长期以来几十年来甚至上百年存在的问题，这个才有解。如果这个没有解决，我们每次讨论的其实都会是一样的。这个我相信陆续我们还会跟相关单位，包括国产署包括县政府，我们大家共同在一起来探讨其他比较大方向的那个政策问题。我觉得这样可能就有一些可以解套的部分。好，感谢马委员。那最后想请教一下林芬会长，就是说，今天您代表我们这个乡亲来发言嘛？那您最后想要对林务局提出什么样的呼吁？我现在呢，林务局有提出来嘛，对国家国土保安要有保障哦，要什么做保证？我们现在的国家，他要编列预算来做这种东西，要多少钱？咱国家无钱啊啦，这无满心啦。但是阮呢，阮用阮家己的钱，用阮家己的资源，阮已经是全省。这拢是大学教授黄河南教授这黄山内教授、洪志新教授，咱所有的这教授，6个大教授，拢亲身去阮现场，看阮做阮的规划。这本册做3个月，阮所有的简易水土保持，所有的物件做甲到。咱杨副局长那时候，去年7月16号嘛，那个联合国开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台湾是最先进的那时候你当主讲嘛，咱台湾上先进嘛，跟咱台湾学习嘛，既然我们有做出这种东西，政府不用花钱，我们自己来干。但是我们做了这种东西有没有用？请大家看看，这个不是乱讲话的。好，所以您是觉得说，把这个你们所在经营的这山林呢，交给你们赖以为生的这些农民来经营的话，可能可以帮国家省下一笔经费，又可以做好国土保安哈。好，那最后要请教一下杨副局长，针对我们林芬会长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什么回应吗？结论？对，林芬会长讲的是我们非常非常的乐意了。可是公共政策常常有讲到说，谁获利谁损失了。如果照林芬会长这样讲的话，实际上是政府获利嘛那这样的这个农耕所投入的钱那所投入的一些精神，然后政府不付任何的钱，那除非呆子才会这样做，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公共政策长讲，谁获利谁损失啊？那必然说他在这个上面的投入会相呼应的一些东西在这上面。如果这上面是政府或者是法令上面是许可的，那根本就不用谈，本来就可以这样做嘛。如果说是这个上面是政府或者是法令上面不允许的，就是马委员一直在讲说这个上面希望做一个突破。好，都在政府因为看待了已经。编做历史事实的这种情况，来当天就合理的政策，本人民在安居乐业，本国土保安呢，又做到松养的局面呢，像你需要政府比民众多多来沟通多多可以用台费谈大家意見，簽出共同嘅方向，像配套嘅做好嚟樣去行下去嘅話呢，讓可能達到個農民環境。保安、國土保安都會三樣嘅局面啦像今日村民台費感謝嘅收看，下禮拜搶空時間持續收聽村民台費，希望大家按這些再會，謝謝。